我相信你都聽過一句說話，有咩品種最乖唔咬人？好似揀啱品種就等於買咗份行為保險一樣。但科學數據就推翻呢個諗法。國際動物行為研究指出，影響一隻狗會唔會咬人有三大原因，順序係咁嘅。第一點，社會化有冇做足，尤其係4至16週大嘅黃金期。第二點，主人嘅訓練知識同應對嘅技巧。第三點，狗狗嘅生活環境同埋經歷，而品種基因只係排列第4啫。意思係一隻細個冇見過世面、冇學過平靜，佢一驚主人就叫佢唔好咁細膽啦嘅貴婦，佢出於恐懼而咬人嘅風險，可能遠高於一隻經過精心社會化、學習過冷靜應對嘅都柏文。品種特質只係傾向，而唔係命運。點樣引導佢哋用適當嘅方式表達，就完全係教養嘅功課。我哋成日將問題歸咎於品種，可能只係因為我哋未夠努力去學識點樣理解同埋教好我哋嘅仔女。喺下邊回應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又覺得邊一隻嘅品種係最容易出現咬人嘅傾向呢？而狗仔咬人究竟係主人嘅問題定係品種嘅問題呢？